曼聯喺卡域克接手後，展現出極強嘅爭四氣勢，聯賽已錄得4連勝，先後擊敗曼城、阿仙奴同熱刺，球隊士氣正處於巔峰。韋斯咸則深陷護級漩渦。雖然上一場以2-0擊敗般尼緩解咗降班壓力，但喺呢個球季，韋斯咸場均失球高達2個，防線極不穩固。曼聯人員方面，能喺邊路提供極大威脅嘅多古因腿筋受傷，需缺陣10週，對球隊進攻闊度有顯著影響。另外，中堅迪列特亦因背傷繼續缺陣。般奴費南迪斯係曼聯嘅傳球發動機，呢季以12次助攻領跑英超，喺創造機會次數亦都排名第一，絕對係曼聯進攻嘅靈魂。韋斯咸防守球員托迪普因紅牌停賽，而冬季加盟嘅卡斯迪蘭路斯喺上一場對般尼已經開齋，預計對陣曼聯佢會係正選。無疑預測曼聯勝率 59.2%， 優勢指數係曼聯減 0.75。儘管韋斯咸有主場往績加持，但失去托迪普嘅防線，難以抵擋般奴嘅手術刀精準傳球。考慮到曼聯客場比賽入球趨勢極高，最近12場作客有11場入球多於 2.5 個，所以今場入球趨勢為3球以上。